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趁早要找你。伫抗旱困苦无水的地，我的心喙焦少念你，我的肉体切切羡慕你。我捌安尼伫圣所朝见你，为着爱看你的权能甲你的荣光。各位兄弟平安，真欢喜搁一摆甲大家三甲一只来敬拜我的上帝。咱教员有影提醒吼，手机还袂关的，请赶紧关起来。咱这时要来三甲吟诗我的上帝，圣诗第43首，圣诗43首，请咱大家起立来吟。请咱三甲来祈祷。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阮全能的爸，阮的上帝，今仔日是你为阮所设立安息的主日，也是主你所定着，互阮会当甲你三甲节道守圣餐的日子。当阮众兄弟姊妹已经被办心，伫今早起的礼拜，阮要来敬拜阿罗你，也要透过圣餐，搁一摆来反省检讨阮所做、所行的过去。是毋是有做毋对，也是无照你的假示所行的？阮也要对牧师所讲的信息来成做阮生活中的准情，帮助阮拄着困难时也有信心，甲心心软弱的时有通得到安慰。亲爱的主，阮搁一摆大声向你谢谢。伫顶礼拜，阮有做兄弟来受洗，伫众人面前誓约成做你的囝儿，承认你是因的救主。阮搁一摆。求主你的圣神，甲因三甲伫地，永远踮伫因心内。互因若拄着试探的时，有你通引带保护因；伫因心内若有遇着信仰精进的时，有你的气力扶持帮助因的软弱，保守安稳，徛伫你的厅内底。但阮今仔日要甲阮所种当信的兄弟姊妹，特别甲受洗、新受洗这兄弟姊妹，做伙三甲坐倒守圣餐。求主你，互阮搁一摆思考守圣餐的意义，借着这个圣餐，
通甲你主3000斤，思想你对阮的教示。自未听通的主，你教示阮互相相听，听厝边亲像家己。啊，当时的朋友，搁敢若亲像家己的兄弟。只是阮要为着阮做身体欠安的兄弟来祈祷。特别阮为着阮所敬听阮的德班长老，已经伫拜四离开阮，登去到天里，煞伊肉体的艰苦，消除一切烦恼甲颠簸。我要伫真毋甘甲少年中间，总是阮要特别求主甲长老娘甲伊的囝儿孙三甲伫地，保守因身心灵拢得到安慰。有你对天来帮赞和扶持，也相时阮要为着当开刀的尽忠执事、金定兄弟以及中方大院阮的兄弟卫生的专家、五组甲教授，做阮无提起的身体欠安的兄弟，拢恳求你圣神特别施恩医治，保守带领因早日恢复健康，继续伫你所指示的道路来奔跑，成做你地面上的肢体，见证你的荣光。只是阮礼拜要开始，阮将下面的时间甲程序拢总恭敬交托伫你的手中，求你的全心带领、保守、讲解信息的牧师，听探道理的会友，以及伫礼拜中侍奉的众兄弟姊妹，拢白白得到你的祝福。总是阮恳求感谢，以阮无教育，阮要用主你所教示阮的祈祷文，阮要三甲来祈祷。愿你的名是，你的国临到。你的旨意行，伫对你亲像天地。阮的日今日着阮，赦免阮的过犯，亲像阮有赦免过阮的人。不定错咱日子，不叫阮犯你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阮的荣光拢是所代代无尽。阿门。第3篇，记载伫圣诗后面。圣诗后面启文第3篇，也是诗篇第8篇。我来读，请大家三甲来，我来给大家来念吼。耶和华阮的主啊，你将你的荣光摆设伫天里，对婴仔甲食年的会喙建立能力。我看你的天，你的手所做的，世间人是甚物？你笑念伊，你予伊比天使利亚较输，你设立伊管理你的手所做的，就是一切的羊甲牛。天中的鸟，耶和华阮的主啊！阿妹，过来念圣诗，来学了上帝圣诗第14首，那落的第10奏，圣诗14首，请大家起立来念。
请咱继续下咧，咱要用使徒圣经告别咱的信仰，请大家三角来读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西女玛利亚出世，伊本着比列多人来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，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，就天。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公道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过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这是圣歌队要来有赞美，继续咱的礼拜。因赞美的歌是叫做《信望爱》，这对。信望爱就无啥毋对吼。好听的诗歌，归因更互上帝。这是咱三角来交
交头上帝话，咱来看上帝话，圣经头一位记载伫哥林多前书13章第5节。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5节，这个所在大家拢用看几若摆，用会背啊吼。无行见效的事，无求家己的利益，无快受气，无记得人的歹。咱看第2位，记载伫腓立比书第4章第8节。腓立比书第4章第8节，现代中英本第307页，台语汉字本228页。若准会当咱家己找家己的圣经，咱来献，要写嘛较方便。吼，大家拢关心看荧幕吼，献家己的圣经吼。腓立比书第4章第8节，兄弟啊，恁爱常常注意遐个美善甲逐个恶恼甲报扬的事，既若真实的、高尚的、公正的、纯洁的、可爱的、甲阳光的事，拢着应该重视。以上所有信息，咱交互咱的主任牧师，爱的整体系列第10，听是无计算人的歹，请咱恭敬来听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今日要来讲一个主题，叫做“听是无计算人的歹”。咱拄则所读的经文是写讲“听是无记伫人的过错”。其实这拢是相共的意思。咱要领受上帝话，进前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你搁一遍用你的听吸引阮来到你的面前。就是伫你的施恩宝座前，我们领受你的话，领受你的祝福。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阮，互阮有安静的心，有对你来的智慧，互阮会当晓悟你的话，会当看出你话语的奥秘，也透过你加添阮的信心甲听心，将你的话语实践出来，来荣光你，来祝福人。主，这是阮要专注伫你的话。求你帮助阮，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咱要看这个听是无计算人的歹吼。首先咱来知影就是讲，这个字吼，计算这个字，伫希腊文中间有真侪无共款的意思。所以咱伫真侪无共款的圣经的版本，看有无共款的翻译。这字咱中文会当翻译做计算，还是讲计数？也是讲思想、考量，也是讲评估。所以，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讲，计算人的歹，就是讲将别人做出对不起咱的代志来记落来。就是讲，咱的心内吼，拢有一个笑谱，笑谱，然后咱会常常来提出来。别人对不起咱的时阵，咱就来记起来，记伫咱的心肝中间。实际上，这甲咱台语吼。也是讲中文有一寡类似的所在，因为咱常常会对得罪咱的人吼，歹款待咱的人，咱来讲，伊老叫条哦，地球是圆的对无？小拄会对。有一天我要找你算账，有一天我要找你算账的意思就是讲，我心中有一个笑谱嘛，所以你做啥物代志对我无好，我来记伫这笑谱中间。有一天我拄着你有一个好的机会，我就要找你算账。所以记伫人的歹的意思是安尼吼。咱顶回吼，咱有讲过一个题目，就是听是无快快生气对无？爱是不轻易发怒。虽然这生气吼，甲计算人的歹有一寡关系，但是吼无完全相共。吼，咱顶回咧讲生气的时阵，咱是讲安怎？生气是一种暴怒嘛吼。一个人因为别人歹款待咱，对不起咱，所以咱就真生气。但是这个生气一时仔就过去，但是计算人的歹吼，是不但生气，但是吼，咱搁来记牢的，记伫咱心内迄个笑谱内底，搁记真久。所以这两项是无共款。咱看见有人发脾气了吼，脾气来了紧，气嘛紧，真紧，真紧都袂记住啦，但是有一寡人生气了吼，人华语叫做生闷气。生气伫心内，怀恨在心，安尼对家己造成足大的伤害。其实这是一件真戆的代志，因为别人对不起咱，是别人做毋对对无？别人做毋对，变成咱家己咧处罚咱家己。
咱记牢伫咱心肝，啊，互迄个怨愤伫咱的心内作用，啊，伫遐折磨咱家己，啊，所以咱来好好来面对即个问题。保罗咱讲吼，听是无计算人的歹，这是圣经的教训。但是咱发觉讲，伫咱的文化下面吼，咱的教导反倒当是倒变的，因为咱拢知影吼，咱的俗语中间吼有真济俗语咧反映讲对伫别人的歹的反应。吼，譬如讲咱讲呐，此仇无不报，非君子。意思讲，你若要做君主，你就爱报仇。吼，啊个那君主报仇，10年无晚。吼，所以吼，你通累积10冬的时间吼，为着要报一个冤仇，你去找迄好的机会。咱嘛讲吼，焚烧非君子啊，无毒不丈夫。哦，这拢是咱的俗语咧讲嘛。吼，啊，所以吼，这拢是强调啦。咱圣经中间有讲啊啦，用喙齿陪喙齿，用目睭陪目睭，即款的态度。但是即款的态度吼，虽然咱讲啊，这是人性嘛吼，反正有仇就爱报仇，有恩就爱报恩嘛，这是大是大非的代志。但是即款的态度，咱来明表就是伊会造成咱人性的扭曲。有人为着要报仇吼，一世人含恨在心啦。咱顶回有讲过，圣经人讲，生气袂当到日落嘛，吼，袂当超过日落。但是有个人吼，扣分扣一世人。咱想看觅，咱讲君主报仇，10年无完吼。但是即10冬来吼，10冬来这君主就常常伫恨的折磨下面，真艰苦过日啦。检测有一天真正会当报仇，但是10冬的光阴，10冬的时间，都安尼浪费掉啊！而且冤冤相报何时了？我今日来报仇，可能你的朋友佫会来我报仇。即款的报仇无法度去解决咱所拄着的问题。好，所以今仔日咱的圣经内教是讲，听是无计算人的歹，是爱用即款的方式去面对解决咱所拄着的问题。啊，当然牧师伫遮嘛要提醒着大家讲，听是无计算人的歹吼。毋是讲咱容忍对方所犯的罪行，是要咱用这款听的态度，怜悯罪人，期待伊会当改变，同时无互这种怨愤成做家己的折磨。啊，所以咱爱真认真学习这无计算人的歹的功课。啊，这件代志真重要，所以咱要用2礼拜来学习。这礼拜吼，咱先来了解讲，什么回事？无计算人的歹，伊的意义是啥物？咱后礼拜吼，较来学习安怎去无计算人的歹。啊，可能有个人讲，牧师，我安尼我挡袂牢一礼拜吼，我即礼拜去安尼无解决我袂使吼。但是放心，等下牧师咧，大家讲无计算人的歹的3种意义的时阵，有哪有一寡面对的信息，吼，要甲大家分享。咱了解讲，我拄则讲过。计算伫希腊文中间有真侪无共款的意思，所以有真侪无共款的圣经版本做无共款的翻译，啊，拢有伊的意义，啊，所以咱来学习3种意思。第一个意思就是讲吼，听是无计算人的歹，就是讲听真正听人的人吼，伊袂去专注，袂去简单去看这个人的歹，因为咱人吼常常有一个问题，咱咧观察一个人的时阵吼，比较较容易专注伫迄个人的歹，歹的方面。虽然这个人有优点，但是咱大多数拢放大伊的缺点。啊，这款作为当然是无听心嘛，因为有听的人袂安尼做嘛。咱常常会做一个实验，比如讲大家看到啥，大多数拢看到一个污点对无？啊，其实这个白色的所在比这污点毋知大几若倍，但是大家拢将迄个焦点放伫这个人。这个污点顶面，啊，所以咱来做一个调整，咱来明白吼，就讲咱的文化其实拢是安尼啦，特别吼，咱对选举的文化，咱就会当了解。咱常常咧看咱台湾的选举文化吼，政客为着要得到要赢这个选战嘛吼，所以吼，通常吼，咱照理讲就是应该爱提出好的政见嘛，好的政见咱吸引选民的注意。
较来做正确的投票嘛。但是吼，咱的选举就是讲收集对手吼真侪错误的言行，吼，无论对手伫我尔久之前所讲的一句话，拢会记条条，拢会提出来，互大家参考。讲伊捌讲过即个错误的语言，吼，还是讲甚至连伊祖先吼所做过的错误的代志，全部拢详细来记录落来，来公布出来，用安尼来攻击对方。所以吼，咱伫过去的选举中间，介绍毋捌听过讲有啥物款详细的政见，咱通对政见中间去选择较好的一方面，反倒转，咱介拢咧比较啥物人较歹，所以有人讲对两粒烂的苹果中间选一粒较无烂的，当然咱知影政党是讲观点嘛，也是讲斗争嘛，毋是讲听的团体。所以咱真困难寄望讲遮个政党会当用听心彼此对待嘛。但是咱的信用价是咱爱听，因为有听的人吼，比较会当看出对方的优点嘛。有一句俗语讲吼，情人目睭内出西施啦。因为两个人相听，所以大多数的人拢会看对方的优点，忽略对方的缺点。当然这嘛无完全正确啦。所以咱等下有来报告讲青少年，就爱替青少年牧区，就爱替这青少年来讲，家长安排一个两性的交往的一个秘诀的演讲，咱来研究。但是咱若用一个夫妻的关系来看吼，牧师认为讲一般人嘛是安尼讲，婚前爱拍开两粒目睭详细看，因为婚前是咧培养听的时阵。到进入婚姻了都爱开一粒目睭，闭一粒目睭但是我的解说是安尼，爱开这粒目睭，爱开迄个看优点的迄粒目睭啦。闭这粒目睭，闭目睭的时阵，就是咧思考反省家己的缺点。咱较侪去看对方的优点，你会哪快乐，哪愿意甲伊斗阵。咱较少去反省家己的，较侪去反省家己的缺点，咱会当改变，互咱愈来愈好。所以意思就是讲伫婚前培养听的时阵，咱来加一寡理智，做好的判断，做好的选择。若要进入婚姻了，咱咧享受听的时阵，咱就爱用听去经营婚姻的生活，就爱较侪去看对方的优点。咱常常去看对方的优点，欣赏人的好，安尼咱就活了快乐嘛。那你等于了你看到你厝内底的人，拢感觉讲哇，我厝内底的人遐尼笨蛋，遐尼无好，所以我等下即个厝内底，我感觉足艰苦的。其实每一个人拢有优点，拢有缺点嘛。你若较侪去看伊的优点，我就感觉讲，厝内底的人遐尼古锥，我拄仔等下即个厝内底遐尼快乐。所以这是心境的变化尔。环境拢相共，心境变化，会互你的心较喜乐、较平安。拄则咱所读的经文中间第2段，保罗甲咱提醒这点，咱来非常注意。讲你来常常留意遐美善甲值得学乐的事，一切真实、高尚、公正、纯洁、可爱、甲阳光的事，拢应该爱重视。其中这个留意甲重视意思是讲，咱来专注去看这好的物件嘛。毋通拢去看遐无好的物件，看好的物件，你的心情就较快乐；看无好的物件，你就哪来哪郁卒。所以第一点，听是无计算人的歹，意思讲你毋通去干那去看，去专注别人歹的所在。第二个意思，就是讲无计算，无计较。所以咱看去新日本的圣经，翻译做听是无计较人的歹。咱来知影一个心胸真矮、无听心的人，就真爱甲别人算甲真清楚嘛，就是真爱计较，凡事拢爱计较。特别是这人如果做出啥物对不起咱的代志，咱一定爱算互清楚，才会当放伊煞，无可能嘛，因为咱对伊无听。但是相对有听的人，特别甲伊所听的对象计较。其实咱人拢会安尼啦。咱若无听这个人，咱就爱甲伊计较；咱若有听的时阵，咱就感觉拢袂计较。
古籍的来讲吼，咱其实咱每一个人拢会安尼吼，特别是咱中间做老母的吼。古籍的我的牧师娘吼，伊若去菜市仔买菜吼，迄外口计较的呢，迄拢伊拢话讲吼，爱听候人要收单的时阵去买，迄菜较俗吼。去百货公司踅街办公室去看看，爱拍卖的时阵较去买，因为吼，这代志一定爱斤斤计较吼。因为若较计较淡薄啊，就当为家庭省一寡开支嘛。我无顺着做欠的，我即摆看伊用两个迄个贴布吼胶带爱搭面呐吼。我讲这搭面是要创啥？伊讲爱搭的吼，较无撩文呐。我讲够有影吼，我欠甲安尼啦。所以吼，伊安尼对家己足欠哦，但是吼，当伊面对所爱的厝内底人，面对囝的时阵，迄就完全无共款啊。算术变得足无好诶，吼。判断了嘛会失错。囡仔若介意对囡仔有利益诶，拢足俗。为着要满足厝内底人诶需要，因为咱听伊嘛，所以咱就袂计较嘛。所以咱诶人就是安尼，这一切所有诶老母大概拢是安尼啊。面对咱所听的人的这对象，咱就拢袂计较嘛。所以咱其实吼，圣经内面讲，听是无计算人的歹，就是讲，咱毋通对迄个小可得失咱的人吼，伤过头计较。是讲对真侪代志拢伤过头计较，你就失去听。圣经内底有一个耶稣讲的譬如吼，真特别。这葡萄园的譬如，这葡萄园的譬如吼。真趣味吼，讲有一个葡萄园的园主，伊清早就出去吼，因为伊爱请工来伊的葡萄园内底工作。当时阵就是伫咧市场遐，都真侪工人排咧伫遐要互人拣。所以即个葡萄园的园主，伊就拣一寡工人入去葡萄园内底工作，就甲伊约束好讲，你来遮工作一工，我互你1箍银啊，吼。然后因就伫遐工作。到9点的时阵吼，上午9点的时阵，即个主人佫出去外口巡，发觉讲市场顶面佫真侪人，真侪工人伫遐排列，伊就佫拣一寡工人吼，然后伊讲，你入来我的葡萄园内底工作，我会互你公道的介绍吼，公道的工资互你。然后中昼12点，下晡3点，伊拢去市场，佫招一寡人来伊的葡萄园内底工作。到下晡5点，伊佫去市场内底，佮看到一群工人伫遐排，伊就问讲：你个规日拢徛伫遮，拢无代志通做？伊讲：因为无人请我，所以这葡萄园园主就对因讲：安尼讲，无你来我的葡萄园工作吧。吼，到暗时就是6点的时阵，吼，这葡萄园园主就把这个领班来讲，咱即摆要分工资啦，你叫这工人拢组织起来，对迄个上晚来开始分。迄5点来吼，因为要分工资的时是6点，所以做1点钟尔吼。这领班呢有若分1箍银互伊，是头较早来的，就讲，虽然这主人甲我约束1箍银吼，因做1点钟拢领1箍银，可能我等下领较济。结果无想到这个上早来，下早6点来的吼，工总12点钟到下晡AM 6点的时阵，12点钟有人领1箍银啊。好，这人就开始埋怨这主人讲：迄最后入来领做1点钟，阮规日拢伫即个日头下面安尼着无？你付互因的竟然甲付互阮的相款。园主就回答因中间的一个人讲：朋友，我无占你的便宜哦，你嘛无吃亏哦。我当初甲恁约束的，就是讲工作一工就一箍银仔嘛，所以你钱摕来转去。我要互迄个最后入来的人，甲你相共，兼讲我无权使用我家己的钱嘛。敢免当为着我对人较慷慨，你着怨妒嘛。这个故事吼，当然是咧说明讲上帝恩典，无分迄个先来后来吼。但是咱若对另外一个角度来了解这段圣经吼，咱会当看迄个较早来的人的态度。这人斤斤计较，就是讲迄个虚假的公平啦。因认为讲做偌济，原本就应该爱领偌济。但是咱若了解伊背后的背景，咱就会当清楚讲为什么这主人会安尼做。
迄个若较早来，伊来转换一个角色，用疼心看迄个较慢来工人的立场，来替因想看觅，安尼情形就无共款哦。因为咱知影哦，当时阵的人吼，为什么爱逐工拢分工资互因？就是因若做一工的工资吼，会当维持因家庭一工的需要。啊，万一若今仔日无头路，安尼因厝内底的某囝就爱安那摇巴肚。啊，所以吼，即个主人去经这个工人的时阵吼，咱来想看觅，会去用较早经入去，通常是安那较勇壮的嘛，较会做工课的嘛，较少年的嘛，即较有优势的人，先去用经入去嘛。啊，经入去了吼，上尾啊，迄个下晡5点较去用经入去，迄是安那？迄先徛伫迄个市场遐已经徛一工啊呢。因就是安那，看敢会当有一点仔机会去做一寡工，摕一点仔钱，会当互因厝内底的某囝通食淡薄物件。啊，所以即个园主是安那，有疼心去看去即个落尾入来的人伊的需要嘛，因为1箍银拄好会当应付一工的需要嘛，所以伊就无甲即个人计较，无论较早来、较暗来，拢互因为因的需要，啊，家己佫有能力，就互因嘛。啊，所以即个较早教的人，哪会当加用寡疼心？想讲对方虽然做1点钟，但是安那，伊徛伫遐徛11点钟，迄心内折磨吼，甲伊已经有迄个机会领到1箍银啊，迄款的情形无共款。而且即个人1箍银啊摕转去，你会当供应因一工的需要尔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对即个故事中间，咱来了解讲，若一个有疼心的人吼。伊就比较较袂甲人计较，无论即件代志看起来有公平还是无公平，伊会比较较袂当甲人计较。啊，所以吼，咱来反省吼，如果若伫生活中间有人得罪咱，如果伊若愿意反悔，安尼吼，咱就毋通甲伊计较啦，好，咱就毋通甲伊过头计较，因为上帝无甲咱计较，咱嘛毋通甲人计较。这是第二个意思。第三个意思吼，无计算人的歹吼，意思是讲无来记掉的，吼，无将咱心内迄个笑谱摕出来，将伊记伫迄个笑谱中间，永远记伫咱的心内。所以现代中文译本也是讲咱台语汉语本吼，白话字的圣经就翻译做“听是无记得人的歹，吼，听是无记掉别人的过错”，意思是讲吼。无将别人得罪咱的代志记伫咱心中的笑谱，所以人真奇怪，常常吼将别人对咱的恩典、温情，真容易袂记进。但是吼，人若小可咱犯着啥物货，对咱小可对不起咱淡薄，咱就一世人来记条条。亲像有一寡人讲，有仇得较爱报。有人扣分，其实毋是啥物深仇大恨呐，吼，只是一寡小可代志，吼，就要报鸟鼠仔湾，吼。啊，其实咱毋通安尼做。圣经逐咱安尼教示，吼，约翰一书第2章，逐咱讲，如果有人讲伊生活伫光明中间，却怨恨家己的兄弟或者是姊妹，伊有缘生活伫黑暗中间。迄个怨恨兄弟甲姊妹，就是伫黑暗中间，伊伫黑暗中间行，毋知影家己要往倒落去，因为黑暗互伊目睭痴迷啊。所以伫遮约翰一书的作者来讲，怨恨啊、怀恨，不但会互人行伫黑暗中间失去方向，也会互人绊倒，甚至互人心灵的目睭痴迷。所以怨恨、扣分这件代志真可怕的代志。咱来好好来处理，所以咱先学晓莫记笑，无记得人的歹。咱来将心中迄个笑谱吼，来摕出来，来销毁，这就是下面的工作，啊，咩下面需要一个过程嘛，所以咱今仔先学这3个意义，就是咱先学莫简单去看别人的歹。莫去计较别人的歹，莫去记牢别人的歹。后礼拜牧师要甲大家做伙来
处理咱心中对别人的扣分。所以我有一个家庭作业，互大家，就是讲咱转去了先达一寡得罪咱遐记会牢，咱记袂牢，你毋通去故意要想安尼会足艰苦都抑阁记牢的小坡先摕出来，小整理一下后礼拜牧师要教你安怎透过圣经的话，将这本小坡来处理掉，互咱的心会当得到透放。你要知影这小坡放伫咱心底咱亲像一粒石头，缀伫咱的心肝，真艰苦。咱要将这石头摕掉，来澹掉。求上帝帮助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，透过你的话来透放阮。阮恳求主你帮助阮，互阮学习安怎去无专注伫别人的歹，无计较别人的过失，无记得别人伫阮生命中间对不起阮的事。也恳求主，你透过圣神来清洗阮的心，互阮对别人的怨恨会当离开阮，用疼充满伫阮的心，取代遐怨恨，互喜乐平安，因为疼的缘故进入阮的心。阮来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搁一摆来吟诗回应上帝的听，圣诗217首，然后咱的陪伴心来小圣餐。圣诗217首，请咱大家起立来吟。伫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凡那属伫伊的教会陪餐者，三甲来守主的圣餐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所讲稳定的话。主耶稣讲：恁既若着我担当大，着就近我，我要互恁安息。伊也讲：要喙焦心无义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得到饱。愿主耶稣基督稳定。甲咱三甲伫地，
所听的兄弟姊妹，请咱来听主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话，就是照保罗先生所讲，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，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，有提饼祝谢来拜伊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你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食了也安尼旁杯讲，这个杯是新约，伫我的血所设立的。既然啉的时，就行安尼来孝念我。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、啉这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搁再来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当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，又提饼祝谢，所以咱特生照伊的模样，三甲来感谢上帝。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现在阮照你的命令，摆设这个宴席，为着纪念主耶稣基督永远的祭祀。主啊，阮谦卑恳求你垂听圣神的圣别阮，也圣别摆列伫你面前所赏赐的饼甲葡萄汁，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，对伫你稳定的帮赞，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，互阮不断成长伫你的稳定中间，所以用阮的性命来荣耀你的圣名。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孝念我。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。当咱摕到这个饼，咱伫心中感谢主，因为伊的牺牲，互咱得到救。
要袂得着兄弟姊妹，咱手举者吼，咱的圣餐的人知。这个是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，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，三甲来领受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杯是新约，伫我的会所设立的。既然啉的时，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这个杯是新约，是伫主的会所设立的。所以当咱摕到这个杯时，咱伫心中感谢主，因为主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，互咱的生命得到洗清去。
这个杯是新约，伫耶稣基督的会所设立的。既然啉的是，就请安尼来纪念伊，三甲来领受。恁逐摆食即个饼、啉即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咱同心来感谢上帝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，因为对你极大的疼，阮甲你同坐倒，享受你的圣餐，做培养阮灵魂真的食物，佮互阮明白阮甲你有亲密的关系。互阮知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，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，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。亲爱的主，阮谦卑恳求你，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，求你欢喜接纳阮，也用慈悲帮助阮，互阮会当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。对今仔日开始，会当用阮的性命来荣耀你。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所以咱要用奉献继续咱的礼拜。伫奉献未开始奉献之前，我首先代表教会欢迎今日然后头一摆来伫中间，甲咱三角敬拜我的上帝。你伫拄开始来礼拜时，伫头前即个爱望接待小组顶头，若无听来宾介绍即个卡度，请你伫座位头前有一张黄色的留名卡，请你个天来交互受奉的执事，互来甲你熟悉，来甲你欢迎。奉献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爱尽的义务，你若毋知奉献的意义的，请你免勉强。即点开始，咱来奉献。请咱会长三个起立来做奉献的感谢。
主必听啊，爸上帝，我搁一摆伫你面前献上阮的感谢。若是你的听，白白赏赐互阮，阮生活无得欠缺。总是阮知阮生活中，检查有拄着一挫折，就拄着病人亲人逝世的，总是阮知，阮无度用人有限的智慧去超出上帝你的旨意。阮只有幸福，因为阮知你的旨意，互阮会得到健康，佮受到你会当甲安慰阮所有的遗嘱。但阮即时，阮要用感谢来对你的奉献，献上阮的担保，叫你接纳。奉主的名祈祷，阿门。请坐。这时我来报告，请咱掀开周报，大家手中留摕周报的，请咱掀开周报第4面，周报第4面，请咱三角来看吼。头一个本周特别的事工，本主日是总会所定普世事工纪念主日，咱呼吁兄弟共同关心普世的宣教事工，透过咱的代祷甲咱的奉献来支持，对台湾差派各地的这宣教师，互福音透过因会当传到世界每一个角落。第二个转接的入会，今仔日咱小会已经有真欢喜接来一个廖桂英姊妹来转接，真做成人本有迄成人的会员，咱欢迎请廖桂英姊妹，毋知坐伫倒位，请咱起立，互大家熟悉来欢迎。伫中遮，请你家己。真欢迎吼，真欢迎。请咱看第3点吼，迄顶主日设立的即个光碟吼，已经拢烧制完成吼，请咱用迄个郭怡新干事来提吼。特别咱来看第4点拄啊，因有人问起，我特别个报告吼。8月份小月通过吼，对教会因开始，咱第2场礼拜的即个圣餐改对是第2个礼拜主日，吼，所以拄啊人咧问讲，来第2场咱无圣餐吼，改做第2个礼拜。青少年的事工，咱特别来看，拄啊牧师伫讲道中间有讲起吼，青少年两性认识甲交往的讲座，即嘛有一个影片，请咱大家来欣赏。在充满嬉闹声的下课，小新和他的妈吉哈利讨论该怎么向丽丽同学告白。小新他爱慕丽丽很久了，想找个机会表白他的心意。丽同学，我喜欢你很久了，当我的女朋友好吗？丽丽脸红的看着他，委婉地说道：“同学，我觉得我们做不了。”小新很失望，他找了哈利诉苦。哈利告诉小新很多方法，计划第2次的告白。小新听了哈利的建议，心里重新有了希望。事后丽丽不管去哪里，小新总是跟着她打扫、跑腿、拿东西、做值日生。有一天，丽丽真的受不了了。够了哦，这些小事我可以自己做，不用你帮忙。为什么我对你做这么多事情，你却这样对待我？小丽是班上的班花，汉伟很喜欢小丽。在期末的时候，汉伟在同学的怂恿下，决定跟小丽表白自己的心意。小丽受不了大家鼓励的氛围，心里开始动摇。好吧，我愿意跟你交往。但这对小情侣在2个礼拜后，因为彼此的不了解，常常吵架，就草率的分手了。阿刚和小花是班队，他们感情很好，假日一起去补习，补习完都会一起去吃饭。小花，我爸妈这几天回去南部外婆家，所以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人。等等，你想不想来我家看电影啊？可是我爸妈说不能单独和男生待在一个密闭的场所。那如果下次爸妈都在家的时候，我再去你家玩好了。哎呦，就看个电影而已啊，又不会这样，难道你不相信我？小花害怕阿刚生气，所以只好答应阿刚。
好了，我不要生气嘛，我陪你去你家看电影就是。我就知道你最爱我。但这时，小花却露出担心的表情，不知道回家该怎么跟爸妈说。丽丽和白白是很好的朋友。有一天在下课的时候，丽丽，你在跟谁聊天呢？哦，他是我在 FB 上面认识的男生，是一个大学生。然后我们超有话聊的，每次都聊超晚。难怪你这次上课都打瞌睡。爸爸，我跟你说，你这礼拜日要跟他见面啊。单独吗？对啊，他昨天晚上说他喜欢我，想要跟我见面，还要带我去看夜景。可是单独好危险哦，而且又那么晚出去。不会啦，他不会对我怎么样，相信他。两性认识与交往，时间是9月24日上午10点半，地点在双联教会12楼礼拜堂。针对国中、高中家长与其他有兴趣参加者，我们邀请到胡瑞芝老师。下一场则是10月1日上午10点半，针对大专和社青，我们邀请到洪英正老师为我们讲两性关系的课题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。两性平等想让传男生追女生，女生为什么不能追男生？啊，是的哈，咱来看一个周报第8页，咱来看身体健康的下这，咱大家名爱个记号条，咱大家带倒吼。特别伫遮我来报告一项吼，咱所敬听考铁湾长老伫8月30日，吼8月30日安息主怀，咱预定伫9月15，就是下礼拜5下晡7点半，伫台北市第2殡仪馆景仰楼3楼至美一厅举行一念礼拜，并且定伫9月16，就是下礼拜6下晡2点。伫本会10楼礼拜堂举行个别礼拜，请咱兄弟特别关心，特别对伊做来带导。以上。佮所叫咱请牧师来补充报告，甲欢迎来宾。大家平安。牧师来介绍第一遍，甲咱做伙敬拜的新朋友，叫吴慧萍女士。欢迎。还有赖一鸣先生，好，要不要？好。还有庄淑珍、刘玉玲，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其他到第一遍来，甲咱做伙敬拜兄弟姊妹。咱欢迎这贵宾，等下咱去甲咱的贵宾室哈，咱的爱望的小组会带咱做更加详细对教会介绍。牧师来补充报告哈，咱来看第5页的所在有一个装备的课程哈。是对9月12开始，每礼拜2下再到暗时各开一班小共的内容，所以你通选择一班来上。这个是要讲服侍的态度。甲安怎甲人分享福音的信息？来牧师期待讲透过这个训练来转化咱的教会，互咱教会变做一个服侍教会，互咱教会变做一个分享传播福音的教会。所以请大家的确爱报名来参加佮另外拄则补充报告，这个台湾长老的事咱后礼拜咱将较详细的资料。会报伫即咱的周报中间，咱请继续为着遗嘱来带导。请咱来吟上营，有咧上帝上营509首，乌老天白万福本源，请咱大家起立来吟。
将恁交伫上帝稳定、慈悲甲保护的圣手。愿全能的上帝、爸囝、圣神的稳定、平安，伫恁的顶面，直到永远无煞。阿门。谢谢绿岛谢阮强受差遣。